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哈！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咱们的哈嘎鉴定。说到这个客家节庆，先让大家想3秒，1、2、3。没错，刚刚你脑袋里面只有出现桐花季，还是桐花季？难道我懂心电感应也要跟你说吗？为什么客家人好像365天，天天都在跟你桐花季呢？要了解这个讲到客家就朗朗上口的桐花季，就要让我们把时间再次回到好久以前，2002年。等一下，2002年明明就差不多10年前而已啊！没错。其实桐花季并没有多久的历史文化根源，除了桃竹苗山区的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刚好开了很多油桐树以外，实在想不出桐花跟客家人过去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啊。那为什么客家桐花季会在2002年突然蹦出来呢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管公啊！毕竟对只想走马看花的管公哈来说，比起其他看不懂的哈嘎鉴定、哈嘎吻发、哈嘎发，还不如赏花、赏月、赏秋香，然后吃美食、拍屁股，根本快、很准又简单便利啊！也因此那个不知道是哪3条的浪漫台山线也就跟着一起出来见客了。咱们政府也很应景的也很应景的塑造油桐跟客家文化的连结。反正油桐生命力很强，也可以附和一下性格节俭、坚毅的客家概念，真的是好方便呐。但大部分的客家人却都满头问号啊！怎么以前没有，现在有？我又跑回去看，还真的没有啊！那到底真正的客家节庆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其实几乎所有的客家节庆都集中在农历新年附近，这是因为一年大部分的时间，客家人都必须努力嗡的工作，只有到了年末和新春时分，才能好好休息一下。而这段时间除了休息，当然要吃果子拜树头，到处感谢一下。咱们客家传统节庆可不是要感谢的人太多了，通通谢天。这感谢的方法可是有百种啊。例如晚风就会在年底用收东西来感谢咱们老天爷1年的照顾。如果还有明天，也要在年初祈祷风调雨顺，作物长高高，孩子也长高高，通通长高高，也就是所谓的周福啦。3义的客庄到了农家比较闲暇的时候，会用稻杆和竹片编织成草笼不累，接着会在草笼身上插满香火来感谢老天爷。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哎呦飞龙在天啊，就变成客家远破的节啦。而农历正月20正是咱们客家传统的田传令，一个客家人用来纪念女娲补天的日子，大家会准备田板来祭拜，有个客家人一同帮女娲补天，一同补天同庆的意涵呐。正所谓有粥某粥料都田传够，这天客家人也都不工作，共唱山歌，好好庆祝一番。而且这天也是传说中的全国客家日呢，不知道了吧？滴滴话说这边，我们发现明明客家有许多深具文化意涵的节庆，但我们想到客家却常常还是只有想到桐花季。桐花季其实只是一个外在力量呱呱诞生的新文化，虽然新文化的塑造不一定是好坏或好棒，但我们可能也要想想这个新文化是建立在什么之上。所以把油桐和客家人的意象拉在一起混作堆，对于了解丰富客家文化这点似乎就有点可惜了呢。毕竟文化穷黑神法，除了观光以外，桐花季有哪个部分可以连接到客家文化的生活吗？而这个桐花季未来又要怎么走下去呢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靠各位朋友一起想想喽。好的，那到底客家的文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？咱们客栈就下回揭晓喽，拜拜。哇，原来桐花季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啊！对啊，你看你是不是该多读点书了？读都读。孺子可教也，还有很多像3义云火龙节一样有意思的客家节日值得认识呢。好好玩哦！云火龙听起来就攻击力很强啊！不止很强，而且还很有趣哦！哇，是客家金曲专辑王黄子轩！哇，是黄子轩哎，签名！我也要签名！大家好，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。呀呼！你有参加过什么有趣的客家活动呢？有啊，像我参加过我们客家天川日唱山歌，苗栗的棒龙节，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客家最重要的客家艺名季。好好玩哦！真的，客家节日非常丰富哦，不只有桐花季。没错，你客家节庆非常丰富哦。没错，客家的节庆非常丰富哦。他在乱念什么？下次换我来主持好了。哪有啊？你了，校正一下你的天堂。